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这个严峻的情况中，我们能够继续在圣殿来敬拜神哈。那我们都是用最高规格的一个防疫的措施，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本身因为他的工作关系，或是公司机构的约束，他比较不适合参加这个团体的聚会。那我们都期待我们在现场的敬拜，以及在网络里面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大家是同心合一的，在主面前领受神特别的祝福跟恩典哈。那目前呢，在网络上我刚刚有打开一下那个网络，大概有20-30位了哈。那也许有的是同一个荧幕有3-4个也不一定，一个家人哈，所以我们要请大家做一个动作哈，大家同声哈，同时一起给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一起说哈，我讲这一句话，我说1、2、3，你们再开始哈，祝你们平安喜乐，一起敬拜神，好不好？好，开始想用1、2、3了，我们就大声让在网络里面听得到，1、2、3，祝你们平安，一起敬拜神，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在这个时候能够同心敬拜神，是多么感动的事情。因为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还能在疫情的危机中有这样的确信跟安稳，能够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求你让我们能够有安静的心。也因为我们很小心来防范这些病毒不是在我们当中来搅扰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宁静的跟主亲近的时刻，也能够从你的话语得到造就。也祝福在网络一起跟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岗位、自己的位置，也跟我们一样领受同样的祝福。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一直围绕在所谓疫情的挑战。不过我们在这2个礼拜遇到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说在这2个礼拜当中，全世界很多先进的国家都同样遇到疫情的一个威胁，所以呢就不等教会，不等教会自己说我们要怎么办，政府直接说你们就这样在家里面不要来，因为在加州、在韩国或是在意大利，很多地方都封国了、封省了、封州了。那意思就是说，根本就不准你出来，哪里有办法聚会呢？那我们感谢神，我们台湾因为还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容许，我们现在还能够在礼拜堂聚会敬拜神。那这是我们真的要感恩的地方，也有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防疫的措施，感到非常的感到安慰哈。那我们稍微描述一下目前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台湾的教会了哈。因为呢从韩国那边的一个教会集体感染事件之后，很多人的焦点都注意到教会这个组织。之前我们还在讨论说，那个妈祖绕境啊，大家要不要让他们走啦哈？他们自己就宣布说不要了。但是呢，再来就是韩国的教会感染，很多人把焦点就朝向教会。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接触一些朋友，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会不会问你说，你现在还敢去教会啊？会不会这样问呢？哈，因为牧师可能比较少接触总之就是大家只要有群众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会心里面有一些戒心了哈。那我们知道新加坡在刚开始就有牧师可能不小心去探访会友，关心病人，那就感染到了，后来医治。不过前不久又发现了，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沙劳越有一位牧师呢，他可能本身已经有一些慢性病了，那得到武汉肺炎就不久就过世了。这些事情当然我们在意大利很多神父呢就这样牺牲掉了生命哈，我们都感同身受，因为这些事情
透过这个新闻都我们在我们周遭来发生。所以呢，封城封州那根本不用讲。不过疫情发生后，因为我们台湾的教会是最早警觉的，所以还记得牧师在2、3月的时候就开始分享这样的主题，表示说我们台湾真的是比一般的国家还早意识到这个危险哈。那当然是因为17年前的一个这个 SARS 影响，我们的国家很早就提起防范啦。但是其实都心里都预备了，因为在3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前任的蔡牧师他牧养的双联教会，他们就决定说不鼓励会友来教会礼拜，他们用他们的设备网络就直接在直播，我们从 YouTube 去看这个敬拜。蔡牧师还录了一段影片，说你在家里面敬拜不能敲卡练气球啊，啉茶啉果汁要专心的跟我们一起在礼拜堂一样有一点类似说，你在那个地方也在敬拜。那个意思就今天牧师要讲的主题。我们有这个时间预备，是不是在这个礼拜我们小会会再讨论一下，看看国家的一个宣布到底更严峻呢，还是说缓和下来？因为大批的这个留学生回来，他们有受到很好的掌握，那也许这个疫情都是从国外进来，我们都已经掌握住了嘛。现在怕是说突然间哪一个大楼哪一个那个学校突然有发生，那就会慌张起来。那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牧师在2-3个礼拜前就参加一个全国的一个牧师的一个研讨，大家在考虑说怎么样来应付这些，怎么样及时要用网络来做礼拜，都已经开始想。只是因为台湾的防疫还不错，所以我们心就不会那么焦躁了哈。不过总之这个情况如果全世界都还没有缓和下来，我想大家的心都不会放心就对了哈。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起来好像哇，从我出生到现在好像没有感觉到说不能去做礼拜的那种感觉好像最近要发生的感觉。但其实我们如果追溯台湾教会的历史，其实台湾在战争的时期就在第2次世界大战，特别是那个美国在轰炸台湾的时候，教会是关闭的教会也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教会做礼拜，只是我们这一代的都没有经历到就对了那个时候呢，因为日本还在统治台湾，很多的教会都被征收了，反正就不准你去做礼拜。那教堂呢，拿来做暂时的用途。我记得牧师的故乡的教会呢，被拿去当那个仓库这样子。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的教会的牧师也要失业，他没有地方去了。那个时候，很多家庭的家长，他们就负担起了家庭礼拜的责任，因为他们仍然要敬拜神，不能去教会，所以呢，教会他们家里面就是有一些长辈啦，阿公阿嬷或是父亲呢，就带领全家，有时候在傍晚的时候点起那个蜡烛，或者点起的油灯，就在那边一起做家庭礼拜。其实看起来好像受到很大的约束跟压力，但同时也造就了很多。不是我来做礼拜，牧师讲道，圣歌队献诗，我坐在那边从头做到尾就结束了。是他们自己要带领礼拜，他们自己要祷告，所以那个时候造就了很多很有属灵灵命很好的基督徒。所以有时候遇到挑战，并不一定完全就是影响。可能有人问我说我们现在做礼拜人数大概减1半以上，是不是大家信心都没有了？不一定是大家感到危机的时候，更需要神的同在。那我们期待这一个影响威胁很快就解除了但是因为这样子，如果真的政府宣布说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能去参加10人以上的礼拜聚会啦，那我们就必须待在家里面。那我们要思考说，我不能去参加教会的礼拜，那是否我的生活就没有办法过一种礼拜的生活？这就是每一个人要思考的，因为牧师也不能帮助你
弟兄姐妹长子也不能帮助，是你自己直接把你丢在跟神的关系了，你必须要跟神直接面对了。所以牧师用今天这2段经文来分享说，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再次确认我们敬拜的意义跟生活。雅各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亲自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他宣告说，上主确实在这个地方。这是雅各在伯特利的经验，这是今天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的一个遗址了哈。我们可以在这个画面上看到就是当时雅各在那边睡一晚的地方哈。那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呢？今天我常常看到很多那个旅馆，基督徒开的旅馆，他会写伯特利旅馆，因为那个就感觉说在荒郊野外有神同在，那你旅途当中住在伯特利，那不是很好吗？就是住在上帝的家嘛，所以很多人喜欢取伯特利这个名字啦。那原来其实这个地方是雅各在往哈兰的路途当中。那创世纪28章是记载什么呢？其实是雅各他是有一点在落难的时候，他有一点要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因为跟哥哥产生了冲突嘛。那算起来算是不是很顺利的时候。不过因为他就是在沿途旷野感到非常疲累，已经晚上了，认不出路来了，那就在那边随便休息，找一块石头躺下来，就是那个地方，看起来平淡无奇的地方。但是差别是在于说，他在那边领受了上帝的临在。所以这个伯特利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加上雅各本身去领受到看见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变成圣殿了。伯特利就是上帝的家，是有天门打开的地方，是有天梯上下往来这些天君天使。所以这个图片就在写说，雅各躺在那边睡觉，但是这个门打开了，天门打开，天使在上下，这个表示说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所以雅各就是见证了伯特利这个地方是多么的可畏，这一定是上帝的家，是通往天上的门户，他自己这样讲。哇！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从一个突然间很疲累了，不管什么地方就躺下去睡觉的地方，变成上帝的家。你想它的差异在哪边呢？不是这个地方雅各特别选的，是因为有神同在，有神同在，神显现的那个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是上帝的家。有时候我们当中很多弟兄曾经当过兵我们在行军的时候，你就感觉最深刻了行军走到一个地方，那个长官说：“好，开始休息。”哇，大家随便一躺都躺下去了。都根本不晓得自己躺在什么地方。等到天亮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躺在一坨这个狗屎上面，反正就累了就睡了或是躺在一个非常脏的地方可能还有一些脏水在那边，但是因为你太累了就睡着了。这个地方是雅各躺卧，但是他经历了神。所以我们从雅各的经验就知道说，你人在何处敬畏神，敬虔的心经历到神，那里就是有上帝的临在，那里就是上帝的家，上帝的伯特利。换句话说，各位弟兄姐妹，一旦我们不能在教堂里面敬拜上帝，你的伯特利在哪里呢？你要找出自己的伯特利。那这是后代有人把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把它当成个遗址了一个遗址的一个纪念的地方。我们在诗篇里面，今天呢台语堂呢有读那个启应文有读到诗篇的139篇，那段经文就让我们去体验非常出名的经文。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常常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怎么说呢？就是说诗人他在讲神跟他的关系啦。他说：“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意思说，上帝你是充满在天地间，我哪里逃都逃不掉。换句话说，只要你跟神有一个接触点，也许你在风中，你在海上，你在监牢里面，你在很黑暗的地方，神都在那边。所以诗人就这样说，这个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重点是神有没有出手。你无论到哪里去，只要有神的同在，那里就是伯特利。所以11节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换句话说，好像伸手不见五指了，完全看不见。但是诗人见证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人所看见的阻隔，人所看见的黑暗，人所看见的一个逃避，都不能逃避神的眼。所以伯特利的意义，是因为神对雅各显现。今天我们如果不能在教会敬拜神，你能够预备你的伯特利吗？不是你找一间舒适的房间，或是你的书房才是伯特利，而是你的心已经静了下来，你跟神有产生关系。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从第2段经文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产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心灵跟诚实的敬拜，心灵跟诚实就是伯特利。我们要看一段影片，因为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我们刚刚经文只读了一段，那这一段他把完整讲出来，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隔壁大同教会的牧师他字幕填上去，我给他借来的就在网络上有照影片只是说有字幕，他加了字幕。这是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的井要来取水，耶稣在那边休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平常不往来的，更何况是妇女。How is it that thou, a Jew, askest drink of me, which am a woman of Samaria? Jews have no dealings with the Samaritans. If thou knewest the gift of God, and who it is that saith to thee, Give me to drink, thou wouldst have asked of him, and he would have given thee living water. So thou hast nothing to draw with. The well is deep. From whence then hast thou this living water? Art thou greater than our father Jacob, who gave us this well, and drank thereof himself and his children and his cattle? Whosoever drinketh of this water shall thirst again. But whosoever drinketh of the water that I shall give him shall never thirst. The water that I shall give him shall be in him a well of water springing up into everlasting life. So give me of this water, that I thirst not, neither come hither to draw. Go, call thy husband, and come hither. I have no husband. Thou hast well said, I have no husband. For thou hast had 5 husbands. Sir, I perceive that thou art a prophet. Our fathers worshipped in this mountain. And ye say that it is in Jerusalem that men worship.
ye shall neither in this mountain, nor yet at Jerusalem worship the Father. Ye worship ye know not what. We know what we worship, that salvation is of the Jews. And the hour cometh, and now is, when the true worshippers shall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in truth. For the Father seeketh such to worship him. For unto such hath God promised his Spirit, and they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I know that Messiah is coming, which is called Christ. And when he is come, he will tell us all things. I that speak unto thee am he.好，这段影片呢，就是等于帮我们读一段经文了哈，用演的，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那这段话非常有趣啦哈，原先只是要一杯水喝，但是讲到了活水跟井水，还讲到了撒玛利亚山跟耶路撒冷的敬拜，而且呢，还提到了很多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敬拜神。耶稣告诉他说，上帝是灵，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那其实这段短短的对话，把整个属灵的生命讲得非常的有意思哈。那这一段话里面有3个点让我们学习啦。第一个就是活水跟井水。看来妇人当然不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他才问说：“你又没有饮水的器具，你怎么样让我这种可以弄那个活水给我喝，而且都不会口渴？”他很想要。那其实就是这种不同层次的对话。那从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武汉疫情呢，其实有了一个属灵的意义的，就是井水是人的肉体的基本的需要，你永远需要它，而且他告诉我们多喝水。但耶稣讲的活水就是生命的水，是属灵的生命来充实你。所以今天我们遇到武汉的疫情，也同样意思。信耶稣的人不能说：“我因为相信耶稣，有圣灵保护，所以我什么都不怕，我也不用挂口罩，也不用喷酒精啊，我随便到各去乱闯啊。现在这个意大利疫情很严重，我就故意要去，那等于要试探上帝嘛，对不对？所以疫情来了，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种病毒，你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去防护它。”那就是类似井水，你还需要去生理上的一个保护。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疫情所影响到的是更深层的，再来经济的恐慌。你看大家抢着买卫生纸，那就是一种心灵上的瘟疫来了。你必须要有属灵的医治啊，不只是井水可以解决的，是要活水才能解决。那基督徒再来的任务是，你要安慰很多你的亲友，他可能知识不足，或是资讯不够，或是被影响到了，有恐慌的症状出来。有人在研判说，前几天上个礼拜，突然间一位年轻人跟太太吵架，就拿刀杀了在路边的一个骑车的人。会不会是因为在那种很沉闷的气氛之下，人的情绪没办法控制？会不会有这种现象？那现在就慢慢可能会在社会上发生。那基督徒要学到那个最严谨的一个卫生这个防疫需求，还要去注意到很周遭的亲朋好友怎么样用属灵的生命去告诉他们，在神里面有依靠。那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很有意义的地方。那撒玛利亚妇人，因为耶稣在问他的话，他转话题了，对不对？他就讲到说，撒玛利亚山上跟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这一个民族呢，其实是跟犹太人是同一个种族啦，只是说后来因为
以色列跟犹太国亡国之后，那些犹太人他没有办法，就是留在原地，没有移到那个巴比伦或是亚述帝国被掳的这些居民，所以在本地就当然跟外族通婚哈。后来这两个同样有部分血统同样的民族，演变成彼此不相往来，因为大家彼此歧视嘛。但是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也觉得他们要敬拜他们的上帝，所以就在撒玛利亚山上，就是现在的基利心山呐，哈，敬拜神啊。他们在研究这个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那个圣殿呢，大概在主前4世纪所建的啊。那个时候是刚好是亡国的时代，那撒玛利亚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敬拜神，他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产生一些到底是你们的撒玛利亚山比较神圣呢，还是我的耶路撒冷哈，就争执了。那他把这个话题引到这边来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了他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属灵的地方。也许你很喜欢到郊外去，在一片森林里面，觉得这个是很神圣的地方，你会跟神有相遇。可能有人喜欢到很安静的密室里面，觉得跟神的互动非常好。那可能有人喜欢在市场上，他觉得充满了生命力的市场啊，神的恩典在这个里面。所以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了哈。那期待我们自己能找到自己属灵的圣地。好，那这个就是一般图片哈。我们看到南部是犹太啊，北部是加利利，那就刚好在这个耶路撒冷往北走的中间呢，就是撒玛利亚。好，那有一个叙加，就是那个雅各井的地方，就是耶稣跟这位妇女讲话的地方。那这段故事让我们看到最重大的一个结论啊，这个是后来有人把它盖一个纪念教堂把那个井的古迹留到现在啊，那个是现在在那个当地所盖的一间纪念教堂哈，那这是那个遗址了哈，遗址的地方这样子。耶稣就直接破题了，解的答案了。他说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基利心山上。耶稣说，上帝是灵，要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些教导就发现到了，主耶稣老早把答案给我们了。上帝是灵，刚刚我们读的诗篇139篇，它充满在各地，只要你跟神有敬虔的接触，那个地方就是你敬拜的地方，因为你的心灵跟诚实才是圣殿。所以呢，海阔天空的敬拜，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的心就是圣殿。那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来到教堂，我们就不能敬拜神吗？不是，但是做礼拜，这个集体的礼拜是有它的历史的演变的哈。早期在埃及的时候，根本被埃及法老统治，以色列人根本不晓得怎么敬拜神啊，是他们被摩西带领到旷野，才开始学会怎么敬拜，所以他们有会幕。那集体的敬拜的最高峰，当然就是所罗门王建的圣殿，有一个敬拜的中心了。不过后来就亡国了，圣殿被毁了，这些以色列百姓变成亡国啊，到各地去了，所以后来才有会堂的兴起。那等于有点类似比较属于私人的一个聚会场所。那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有的比较大的会堂，有的小会堂，可能这边附近就几个犹太人的家族在一起在那边做一个做了一个敬拜，然后由这拉比啦，或是这些圣经教师来教导他们这些这些当地的这些犹太百姓哈。那耶稣的时代，圣殿有重新恢复了，但是会堂还是很多啦，加百隆啦，对不对？在各地方都有会堂。那只要是遇到逼迫苦难的时候，犹太百姓就没办法在同一个地方敬拜神。
再来演进到初代教会也一样。初代教会呢，因为刚刚成立了，被犹太人或是被罗马所逼迫，所以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章有讲到说，基督徒都在家里面，对不对？敬拜、祷告，还有擘饼。那个意思是，他们不想大家一起聚集啊，但是没有地方也不行，所以他们又在这个地方。而且在逼迫的时候，信徒就逃到各地去了，所以到各地去传福音。其实是后来，直到主后300多年呢，由这个罗马帝国承认了基督教成为国教，才有我们现在的教堂的一个雏形开始所以这个历史演变是起起落落的那什么样的地方怎么样敬拜神，在历史的演变很大。就刚刚我讲，我们台湾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不能到礼拜堂做敬拜，所以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关键于在于你跟神的关系了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勉励说，那在疫情危机下，我们怎么样过敬拜跟灵修的生活？那会员疫情下，我们生命受到威胁了，你更需要加倍注意自己的健康的维护。那心灵更需要上帝的保守，因为我们会听到很多危言耸听的话，会听到很多所谓的那个谣言那个不正当的信息难怪大家抢着要去买卫生纸。那昨天牧师看到一个信息看起来很心人感伤了，就是说有一个老阿伯他拿了一张那个清单要买东西，一走进卖场，全部的架都空的他觉得很难过，就在那边好像要哭的样子。他抢不过年轻人嘛。那有一位护士说，我在医院里面工作那么久，一回来糟糕，所有的卖场的东西都卖光了有需要这样吗？政府就一再说明说，我们不要恐慌。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治疗心灵的部分，我们要去帮助我们的亲朋好友说要稳定下来，因为也不晓得这个疫情要拖多久，如果在半年1年怎么办？你总是要好好的怎么样过这个日子好，那再来就是疫情危机下，教会无法做礼拜，我们的小组聚会，我们的关怀，我们的联系，我们的灵修，我们跟神的关系，还要用别的方法来把它呈现了。所以呢，很多教会就开始推广说，哎呀，当初设立小组的意义，这个时候出来了，因为我们透过现代的网络的设备，可以跟你的小组有密切的联系，虽然见不到面，但是听得到声音，甚至看得到影像。那怎么样做一个关怀也许那种雪中送炭的感觉会更明确。也许呢，你的小组里面有人在医院服侍，哇，很累很累，也许你打个电话给他鼓励一下，我说我送你一杯咖啡，我想他会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教会其实有弟兄姐妹，因为到国外去，或是经过香港转机，他不得不在家里面要隔离14天呢，有的已经出关了呢。那如果你的小组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打个电话去说，我到你的门口送一碗那个牛肉汤给你，我想他会感动流泪，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目前的社会很频繁的发生。那我们要更多的关怀，让这样的平常我们觉得没什么事的，现在变成我们更关怀的对象。第三个，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伯特利，在任何地方都经历上帝，敬拜神。最后就是要操练自己的心思意念，随时用心灵跟诚实来亲近上帝。最后，我们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疫情的挑战，有些是我们不得已的，但是操练到自己，我们有更宽广、更有生命力的信心行动跟敬拜。有4个提醒：第一个，我们要一个简单规律的灵修生活，因为我们应酬少了嘛，到外面乱逛乱放的地方少了嘛，我们在家里面有更多跟神亲近，尤其你跟你的家人更多亲近的机会，那要把握住。第二个，我们一个积极的行动就是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最近这2天不是常常有新闻报道出来，说医护人员有一个牌子写下来说：“我在前线努力，拜托你留在家里面，不要让我太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不常常跟人家不认识的人交流，你就减少那一个染疫的机会。其实我们会想象说，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恐怖片，对不对？还或是像2年前那个韩国的那个什么，那个失速列车有没有？他们有一个桥段是说，当按下来的时候，那些那个僵尸就不会动了，或是不会去找到人了。其实这个武汉疫情也类似你只要乖乖不动，都不要去跟人家接触，那一些病毒就找不到地方，因为有感染的被治疗了，你没有去接触，他就不会找到你。那可能如果真的全台湾所有的人都静止不动14天，躲在家里面，那疫情就消失了。但是这个困难度太高了，那希望这个情况能够，因为我们积极配合，疫情就消失了哈。也当然期待说，像17年前的 SARS 一样，夏天到了，太阳热起来了，我们都穿短袖了，无形之间都消失掉了，那是最好的哈。第3个，我们要有爱心行动。刚刚牧师提起了，周遭有一些人，他从遇到困难不方便，怎么样关心，甚至有人捐助了一些经费去帮助当然现在口罩不能买太多，不然的话，有人是捐口罩去帮助别人。那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安排走进野外跟大自然。因为就像伯特利，就像旷野一样，你在那边可以亲近神，行走、默想、祷告。我想这个是这个时候最让你能够体验跟神亲近的时刻。期待危机就是转机。圣经有这样说：当流行病、疫情来的时候，我们更要谦卑、认罪、祷告。但是因为礼拜堂不能聚集太多人那你就不祷告吗？其实是在你的伯特利，在你的家敬拜神。